內地食品造假問題嚴重，假雞蛋、毒米應有盡有，就連火鍋都可以係假㗎。最近有一位中國營養師喺內地嘅網上節目亮相，親手示範點樣整假火鍋，全部材料都係化學劑，保證一樣新鮮食材都冇。大廚首先為大家炮製豬骨湯底，預備一煲清水，加入豬骨濃湯味增香劑同埋調味料就得啦。想變麻辣湯底 ？OK， 加大量食用油，仲有同辣椒冇關係嘅辣椒精、漂香劑等等成分，湯底就完成噶啦。仲有冇牛肉嘅牛丸，將水、大豆蛋白、牛肉精粉同埋椒聯酸鈉等等成分撈埋，再搓成一粒粒放入滾水，得啦，同真嘅牛丸幾乎一樣。睇到呢度，先驚覺中國化學界一直人才輩出，廚師其實都係科學家嚟噶，失敬失敬。